咱咧讲德式讨里讲是讨无食，切啊煞好山猪头食，这是花莲凤林镇一个做餐人种规片的猪仔，准备要收成，山猪煞来偷食。规定山猪伫咧田里吞大，推甲足落痛，食甲喙笑目笑，这个画面吼做事人笑袂出来，牵石头甲因赶，煞颠倒吼山猪家银。做餐人讲装笑，讲光头白日欢喜道理艰苦着我，规气用山猪肉来换。几落只圆转转、乌噜噜的物件，结规阵安尼伫咧田林安走来走去，搁伫偷食猪仔。即阵猪仔贼，互农民感觉头壳真疼，因是真恶咧搭田的即个山猪。即个山猪毋但会来耍断猪仔田，还搁会偷食猪仔。若要甲防嘛，真恶咧防。突然间晚上来的时候，傍晚，后来那个稻子有在动的时候，原来是山猪啊，损失是差不多一半左右。甲看这个猪仔田，拢去互山猪安尼吞甲一窟过一窟。农民都爱摕这个红色的塑胶锁啊，甲田围掉咧。看通互山猪讲，看了会惊，唔敢入来。毋过若过一站啊，就又搁无效气啊，实在是想甲无步气。这就是花莲凤林镇的这个中山部落，大部分拢是种这种195号的这个稻米，想袂到山猪遮爱食。山猪会对这个海岸山脉走落来食猪仔，2甲地猪仔田，互这个山猪耍断尾一半去啊。这1-2年来，对4月到7月的收割期，山猪落山偷走来食米的这个流摆是愈来愈接，互农民头壳安尼冒咧烧。压这个稻子，这样就这样压着，我们收割的时候就不好说了，就没了。进前农民慢慢牵石头来赶山猪，想袂到，搁颠倒去互山猪甲银，真正是贼较恶过人。农民搁笑笑啊讲，既然山猪遮尔爱食猪啊，规气用因的山猪肉来换米好啊！食人一斤米嘛，都爱含人8两肉。这其中的苦处，恐惊敢若有农民家己上知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